雲山珠水間，一方天地正悄然生長。呢度係華發珠海灣，當代建築嘅智慧同未來嘅科技相遇，便成就咗珠海首座第4代生態住宅。我係維景會嘅主播淼淼，今日就由我帶你深入珠海灣，由歸家大門開始，再到每一處嘅工區細節，睇下佢係點樣用立體嘅生態去重新定義都市生活。歸家嘅儀式感從第一眼開始，珠海灣嘅大門口入口動線參考高端酒店嘅人車風流設計，成個門頭橫向超過90米，立面全鋪精車大理石，入口嘅迎賓水景靈動雅致。我哋行入嚟咧，就會發現中間嘅區域咧有一個迎客松嘅水景架，而兩邊嘅牆面咧都係有水流慢慢咁樣流向中間。呢度嘅設計係引用咗四水歸塘嘅寓意，四方天水匯聚中庭，即係藏風聚氣嘅東方哲思，亦係對當代嘅雅士生活嘅詩意注解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兩邊嘅大理石嘅立面咧，範數都係比較特別噶，似唔似龍鱗呢？搭配墨色嘅大理石，等水墨龍鱗溫潤歸家嘅人。第4代嘅住宅品味就藏喺每一處嘅細節入邊。將2億重金打造嘅灣區會所天花板，直接就將5星級酒店搬咗入社區。9米嘅挑高中庭引入咗自然光、健身房、試驗廳、聽山區、恒溫泳池，一應俱全。游完水喺度敷個 mask， 度假感爆棚啊！嚟到咗珠海灣就不得不提到呢個室外泳池啦，佢係借鑑咗新加坡金沙酒店嘅無邊際泳池啦，結合咗珠海城市嘅特點，係以一個船艇嘅形貌坐落咗喺園林嘅中央。泳池旁邊仲配備咗日卡夜走嘅會客廳，休息放鬆係一站式就可以解決㗎啦。傳統住宅嘅架空層只係過渡，而珠海灣咧就將佢變成咗泛會所，每一棟樓下邊咧都有唔同嘅主題活動區域㗎，打破咗傳統嘅住宅封閉感，將社交、閱讀空間融入咗自然入邊。小朋友嘅遊樂場、老年人嘅閱讀區，仲有年輕人嘅咖啡角，全齡段嘅生活場景喺呢度都可以擁有㗎。珠海灣嘅創新唔單止係打破咗傳統架空層嘅設計，更加係延伸至咗全齡生活需求嘅深度洞察。呢個產品最大嘅亮點咧就係創新打造咗住宅加養老一體化嘅社區，配備咗專業嘅養老公寓啦，同埋智能健康嘅服務，24小時健康監測、適老化設計、3甲醫療資源直達，等長者可以享受安全無憂嘅晚年生活。除咗貼心嘅康養配套之外咧，珠海灣喺居住品質上面同樣都係精益求精㗎。項目精心打造咗88平方米3房、115平方米3房、125平方米4房、141平方米4房、240平方米5房多種戶型，每戶都贈送3乘3米嘅大露台，實現超100%嘅實得率。呢度係珠海灣115平方米3房2廳2衛嘅實拍樣板房，佢有咩亮點呢？跟我一齊嚟睇下。客餐廳7.7米闊，靈動空間超高使用率，9米嘅寬景陽台，生活場景無界延伸，南北通透，近14米嘅南向4開間採光面，格局方正，動靜結合。珠海灣每一個實際交付嘅戶型都配備咗全屋智能控制系統，同時搭配咗3波兩腔玻璃同埋極窄邊框嘅標準精工系統窗，滿足咗充裕嘅採光同埋寬景嘅視野。同時保溫同埋隔熱嘅性能更加係達到咗國際標準。喺珠海灣，奢侈唔單止係裝飾，等我哋嚟重新定義品質生活嘅黃金標準。